歡迎收睇中山房助手嘅頻道，大家好，又係我阿 Sam 啊。咁今條影片咧就同各位朋友仔嚟講下，俗稱珠海後花園嘅坦洲錦繡國際花城呢個樓盤啦。當然啦，每個樓盤阿 Sam 都會有5到7萬蚊嘅回贈俾到各位客人嘅，保證你用最低嘅價格去買到最心儀嘅單位。花城咧，發展商係敏捷房地產開發打造嘅一個千畝大盤啦。的確，佢係人居大型樓盤。如果你唔信，你可以網上搜索下，或者晚上去感受一下，你就知道咩叫人居大盤嘅熱鬧。另外咧，阿 Sam 咧都係花城嘅業主嚟嘅。我喺花城都住咗6、7年噶啦，冇辦法，因為小朋友要翻學啊，坦洲校網比較齊咧，咁樣出門翻學啊都可以慳翻好多時間。因為學校咧全部都喺樓盤隔離，幼稚園啊、小學啊、初中啊，出門口步行幾分鐘就可以到達，所以非常之方便。咁配套又足喎，你話食飯啊、買餸啊，全部都唔成問題。所以我會比較建議各位朋友仔可以考慮下花城呢個樓盤嘅。的確係一個居住起身相當之唔錯嘅一個樓盤。當然啦，呢個只係代表阿 Sam 嘅個人睇法，並唔代表所有人嚇。咁先同大家講下花城嘅缺點先啦。首先蚊多咧，咁呢個的確係花城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。不過係你話喺中山嚟講，普遍嘅樓盤咧蚊多，基本上大家都蚊多噶啦。因為而家內地嘅樓盤咧綠化值會比較高啊，咁加上花城又有湖，佢自然就已經係蚊多嘅。不過物業管理處咧都不定期咁喺度殺毒啊、殺蚊啊咁樣，所以各位朋友仔唔需要太多擔心嘅。晚上出門咧，自己多啲做啲防護措施會更加好咯。咁第二咧就係水浸嘅問題啦。每隔幾年咧都會有1、2次嘅特別大嘅暴雨啊或者颱風嘅時候啊。咁其實花城遇到呢個情況嘅時候咧，喺花城3期嗰邊啊，即係過咗橋嗰邊咧，就肯定會水浸嘅。因為佢地勢咧比較低窪咧，所以佢冇辦法去避免呢個暴雨，係咪？咁你喺其他城市嚟講都唔一定可以阻擋呢種特別嘅情況啦。包括香港啦，舊年嗰場暴雨，香港都豬籠入水啦，係咪先？唔係話邊個小區唔會水浸嘅問題。其實遇到呢種天災人禍真係冇辦法去把控嘅，係啊。咁第三咧，花城目前而家賣緊4期4區，全部都唔係現樓嚟㗎。咁佢要明年先可以收樓喎。啊，不過花城你唔使擔心呢個收樓嘅問題。花城係發展商同當地政府合作極力支持嘅一個樓盤嚟嘅，所以你唔需要擔心呢個花城收唔到樓嘅問題。咁錦繡國際花城咧，成個小區咧過千畝嘅，分咗幾期去開發。入住率嚟講咧，可以話目前係屬於一個比較舒適嘅一個階段啦。而且小區每一期基本上都有公交車啊、巴士啊、直通巴直達香港，所以非常之方便。而家花城主幹道仲開通埋添，可以直接去到我哋坦洲市場買到更多更新鮮嘅餸去食啦。同埋小區內部嘅商業全部開晒，買嘢啊係絕對唔成問題嘅。同埋小區咧冇咁雜亂，我喺度住咗6、7年啦，從冇人嘅時候住到而家旺起身，所以我係真心推薦呢個屋苑俾到各位朋友仔嘅。而家呢度二手房咧都要賣到8、9千蚊一平方，咁新房均價1萬蚊，甚至有啲特價房8、9千蚊就可以攞低啦。價格嚟講喺坦洲的確比較筍嘅嚇，100萬唔使可以買到一套大精裝修嘅3房。坦洲位置唔差嘅，嚟過坦洲食嘢啊玩嘅朋友仔咧，應該都感受過嘅。無非就係而家坦洲好多地方整緊路，各位大佬。整路係好事啊，路通財通啊！成個中山最熱鬧嘅區域嚟講，坦洲話第二，冇人敢話第一㗎。冇人嘅地方，層樓肯定就會平。你話網上咁多博主幾廿萬嘅樓，人哋主打一個字夠平啊嘛。但係你要明白呢啲平嘅樓，佢注定就係偏僻嘅。呢個就唔使講得咁明白啦，好嘛？咁而家花城咧就賣緊啲細面積89平方嘅3房2衛嘅單位啦，發展商喺度做緊特價嘅，全部都係大裝修嘅。最平80零萬就可以搞掂啦，啊，非常之抵買。加上通過阿 Sam 去購買，阿 Sam 做回贈7萬蚊，俾到各位朋友仔，幾乎首期都等於俾翻你啦。不過咧，一定要係自己冇去過售樓部，如果去過咧，只能換一個名嚟買啊，比如阿爸阿媽啊個仔啊咁樣啊。因為發展商咧，佢有個客人嘅保護期嘅嚇，所以記得啦，各位朋友仔，千祈唔好入售樓部啊。同時咧，阿 Sam 嘅影片咧，你都可以分享俾身邊嘅朋友，可以真正咁幫你哋慳到錢。希望各位朋友仔、街坊咧都可以幫阿 Sam 點翻個讚，點翻個訂閱啊！同時你可以分享出去，令到身邊嘅朋友都享受到呢個回贈啦。咁今日呢條影片咧就到呢度啦。有咩唔明嘅，歡迎隨時聯絡阿 Sam 啦。